全台湾启用印刷机出版头一份报纸，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台湾教会公报，对1884年到今还佫伫咧发行。今年是创下140周年，特别制作这纪念版，要互乡亲来体验QNG 去印刷的过程，也更好了解这块土地文化历史。 今仔摕拄啊，先甲墨水用五条，再搁放入印刷机内底底好吧。无偌久，这张英国国歌的歌词就印好势啊。这是1884年5月24日，台湾教会公报社开工试印的头一张内容。公报社成立到达140周年，或去当时全台头一台印刷机，搁做一个纪念版，要互大家拿体验、拿入捌早前鲜明 QNG 白话版的印刷过程。这是台湾第一间 报社，所以带囡仔来体验，更加了解咱台湾人以前的故事、以前的历史，吼，袂当放袂记家己的历史。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台湾教会公报社原名号做自丁堂，是全台湾发行报纸的起头。报社总编辑讲，当初拢用教会白话字编辑出版，不过伫国民政府时代，互人禁止发行。后来正式改变，地区每手报纸拢用汉语来呈现。这阵有完逐礼拜出刊，为着兼顾母语的传承，拢会伫副刊放各族群的文学作品。台语即摆渐渐已经拢无去啊，囡仔也袂晓，所以伊是一个，互你感觉讲哦，咱的台语，阁有人咧推广。通主字真学啦，就是这个汉字吼，咱要学汉字，爱开足侪时间啊吼，几啊冬，可能你才会晓读一篇文章。但是这个白话字啦吼，就是这个教会罗马字，真简单就会使学会晓。你会晓讲话的人，较巧的3礼拜就会晓啊。台湾教会公报唔但记录台湾早前的文化历史，嘛见证近代民主政治的发展过程。这阵因有打造电视馆，唔忙加做文化交流的平台。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。